大家好，我神田汽車馬昌啊！我相信大家都有睇咗 A to B 嘅第一集啦。今集呢，我哋係會繼續講 A to B 嘅第二集。我都輕輕講講啦。第一集大家有冇明唔明我入邊講啲乜嘢啊？其實咧，主要嚟講咧，就係話今次新嘅能源車嘅 A to B 嘅第二代咧，就係我好希望你哋買嘢可以無條件咧好多嘅變化同升級。我成日都講啦，唔好買咗一件產品，好似之前我講國內一嘅 DSP 直接係 lock 咗密碼，完全係鎖住或者係區域解碼係開唔到啊！記住係區域解碼嚇，有啲人好得意啊，叫我咩 VPN 去解咗珠海嘅解碼，我自問唔係電腦嘅高手啊，真係唔識解決呢個問題。咁所以就話令到捆綁式銷售咧，我係好厭倦啊！見到呢件嘢，見到呢件事情，所以我好強調就話呢一件嘢可以模擬你哋去升級啦，點樣去處理啦？就算將來嘅器材翻轉頭，原來覺得以前嗰樣嘢玩法好聲啲嘅，都可以嘅，就唔使下下買咗舊嘢之後咧，又用完然之後唔得啊，抌咗佢啦，再成嚿嘢再重新換過啦，咁唔需要嘅。咁好啦，咁睇下第二集咧，我同貴師傅講乜嘢？不過咧，今次咧睇完之後咧，喺結尾嘅時候咧，我翻嚟咧，我哋先再講過啦。陣間見。好啦，其實咧依個產品咧，今次咧阿貴你都識㗎啦，就係意大利嘅斯芬尼嘅 DSP 去設計出嚟，而去咁樣去配合嘅安裝嘅。咁仲有啊，大家都睇呢一段啊，呢一個咧就係斯芬尼而家嘅 DSP。好啦，同事們幫我撳 A to B 先。好啦，留意下，比亞迪啊彈出嚟，阿貴啊，以後咧同客人講啊放心啦。咁點解而家呢度會一架比亞迪咧？因為我哋係未串流到一啲平台啊。最大嘅問題嚟啦，佢係呢個咧係會不停更新，即係你買咗之後，你擁有咗佢咧，你換下一部電車咧，嗱，例如Tesla 佢都能夠使用。可能我換完 Tesla，我都係中意比亞迪，你亦都可以買翻比亞迪咧，你可以直接去更新嘅。咁咧到時咧呢度咧就會彈晒所有嘅車型出嚟啦，然之後咧就會按比例。咁係咪對你嚟講安裝同解釋俾客人都放心咗好多咧？或者我哋出去個界面睇下仲有啲咩特別嘢？好似佢呢個昌哥。呢個 DSP 唔使裝界面都好多功能嘅喎。例如先嚇，咁我之後咧就最後測試啦。但係頭先咧我哋都問咗啊，例如Tesla 裏邊咧入邊有個 subwoofer 嘅大細之後咧，以後咧就唔需要裝手掣啦，直接喺個 mon 度解決。咁仲有入邊咧，如果你原裝嘅主機咧裏邊咧有啲場景嘅界面咧，就以後咧都由我哋將個儲存調完音嘅 save 咧就擺入去，例如呢個貴師傅調音，呢個係我，可能呢個咧就可能某個行家調音，咁你變咗咧就可以儲存喺原裝嘅車裏邊，就唔係就直接擺喺度噶，咁你可以喺度方便撳啦。即係咁我意識上，咁我即係就唔使加個 controller，你揀模式，唔需要，直頭用翻原裝車裏邊。咁換之啦，我簡單啦，總結一下，加咗呢一嚿嘢，原裝車咧就可以直接用翻你直接升級啦，同你原裝車嘅系統直接升級啦。第二咧，佢可以無條件咧直接加落去任何一架車度去DSP 去處理。仲有你買咗唔係單一款車去安裝，任何嘅新能源車咧都亦可以安裝。咁仲有呢個 DSP 咧，可以我哋今日咧使少啲錢去買隻小聲度嘅 DSP 啦，用住先啦。遲啲咧揾到錢咧，我哋先升級個大系統都得。再揾到錢咧，我可能咧我依個唔要啦，我直接買個純 DSP 加好多功放都得嘅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今次 A to B 咧，我終於係接受咗啦。咁就直接解決到我哋心裏邊最麻煩嘅問題咧。咁希望咧所有客人咧都裝得開心啦。咁好啦，以後睇下啲乜嘢啊，我哋喺後台咧再講過啦。昌哥，咁佢又有80%到個車型嘅新能源車啦，都啱用你呢套嘢啊。咁仲有啲咩車啱用啊？嗱，而家咧特斯拉咧，我知道係第一代嘅 A to B 係唔可以使用嘅。不過咧，今次第二代嘅 A to B 咧就可以使用啦。我哋 Tesla 嗰啲。咁而家咧，如果下個禮拜咧，所有線材咧都會到啦。仲有咧，以後都唔需要擔心啦。仲有呢一部機可以自我更新，貴你做少好多嘢啦。OK， 所以我哋咧呢兩部咧已經準備緊，下個禮拜上線啦，我哋即刻安裝噶啦。到時俾大家睇啦。好啦，我相信咧第一、二集咧，我同貴師傅嘅關於 A to B 咧就講完先啦。我同阿貴師傅，不過咧我相信係得7成嘅啫。咁第3集咧，我哋而家咧就開始籌備緊，咁應該喺4至5日後咧，我哋第3集咧我哋就會推出。嗱，所以都講一講先嚇。記得啊，中意關於汽車音樂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撳埋隔離嘅鐘仔，撳咗鐘仔咧最快嘅資訊咧第一時間俾到老闆。所以咧，關於 A to B 中意咧。
嘅準備買新能源車嘅時候，記得撳埋個鐘仔。咁仲有關於汽車有乜唔明白咧，記得直接 WhatsApp，我 WhatsApp 咧係回覆最快嘅。咁啊，希望咧有啲關於 A to B 啊或者其他嘅等等嘅問題咧，可以 WhatsApp 睇，我都盡快回覆。有陣時咧可能回覆咧miss 咗嘅時候咧，老闆見我耐少少咧，就係咧再 hi 多我一下，我通常都好快回覆嘅。咁好啦，咁下一集咧，我會親身咧就會有車啦，我如何安裝啦，直接去拍攝啦，同埋講解咧，開埋個 DSP 講解裏邊嘅內容，仲有咧呢個光纖嘅sorry， 呢個係 A to B 嘅解碼盒，不過咧佢又可以當光纖啦、同軸啦、RCA 線咧。去其他嘅地方，咁有咩用呢？我哋下集再講。仲有佢仲有個 PC 裏邊，我哋點樣如何升級？仲有用咗光纖之後點樣用 PC 呢？令到個盒仔呢控制入邊嘅 warning 燈死火燈導航聲音等等。咁所以第3集呢就比較緊要。記住我今日第1、2集呢好強調咗有少少嘢，唔好捆綁式銷售。呢個係我考慮第一件產品去唔去選擇去賣俾客人，呢個係我公司嘅原則，第一個選擇。OK， 咁我哋希望咧大家都中意啦。咁好啦，記得啦，過幾日睇我第3條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變改美上，所有觀眾聽完都拍爛手掌，攞個獎靚音響，個個識欣賞。新田係最強勁，人人要分享，夠晒專業果然換。